照片里面的人是谁啊？这个吗？对啊，他是谁？据说照片里面的人物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吉他手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碰到他的话，会变成一个大明星，耶！有一天我会站在大舞台，唱出我的一片天。我要成为全世界最屌的歌手。我不只会唱歌、跳舞、运动，弹吉他也是很行。现在我是废物，但我相信我以后会是一个大明星。看电视上的歌星站在大舞台上，全身上下散发无比的光芒。坐在电视前的我慢慢开始把唱歌、跳舞当作兴趣。我每天每夜不停地唱，不停地跳，不停地去争取所有表演，只想着有一天会站在大舞台上，变成一个大明星。哦，海洋，海洋，你们的手借给我。哦，海洋，海洋，伸你们的双手。哦，海洋，海洋，都是高潮的气象。哦，海洋，海洋。哦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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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哦。唱出我的一片天，我要成为全世界最屌的歌手。我不只会唱歌、跳街舞、运动，弹吉他也是很行。现在我是废物，但我相信我以后会是一个大明星。左手无力的拿着麦克风，唱一首纳入网卡萨里西洋的歌，慢慢弹一小步往梦想走，开始挥动沉重的右手，像是地下老手歌手挥动的手，渐渐习惯扮演时挥动双手。现在我需要大家的手，请大家给我们热烈的拍手。哦，海洋，海洋，你们的手借给我。哦，海洋，海洋，伸你们的双手。哦，海洋，海洋，都是高潮的气象。哦，海洋，海洋。碰到他的话，会变成一个大明星。哦，海洋，海洋，你们的手借给我。哦，海洋，海洋，伸你们的双手。哦，海洋，海洋，都是高潮的夕阳。哦，海洋，海洋，现在是我们的秀场。哦哦，哦哦，哦哦，哦哦。哦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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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耶耶！冠军的是二星城。二星城荣获2020斜坡上艺术节乐团大赛的冠军。巧克力，志豪，恭喜恭喜二星城哦！跟大家报告一下哈，虽然冠军得到奖金很高，可是那个亚军跟季军，你们不要灰心，因为冠军比过了之后，下一次不能比啊。